洪泰造成花莲马太安溪帮山后做大水，冲入到江河市区，目前已经造成17人死亡、32人受伤，17个人失去联络。帮山后造成灾情，目前国军消防和海巡警官正全力搜救，对陆海空3方面继续追，看到民众掉伫遐受困。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早起去到花莲勘察，认为撤离计划有欠点，所以引起这国民党立委部分的不满，双方遂发生口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嗰个风台造成花莲的这马太安溪帮山湖涨规个填出来，这大水是冲入到江福市区，造成真严重的灾情。加这关市的这消防队员呢，拢来到这个所在支援。这在海应变中心下晡1点有统计，讲目前呢有17个人死亡，32个人受伤，有17个人失去联络。那早起11点外有公布警告讲，特别第3阵的大水，民众大家是赶紧来撤离，大家是向公共轿车也要赶紧来甲驶走。不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就表示，无这第3阵的大水是水满出来尔，算是正常现象。警消沿路大声话，但经事先公布通知，要留过来呀，撤离真着急。大家都在撤离，众人赶紧脚步逃离，汽车踏完道路，无到1点钟，现场就有水势，搁较有真大的土沙水灌入，到会查1点仔饮料，也毋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回应马太安溪帮山湖无第3波的大水。从昨天最大的洪峰过去之后，那可能大家有感受到说，好像还有一波又一波的水流下来，可能有误解说，这个是不是坝体又有比较严重的这个溃坝的情形？其实它是一个正常的，就是它持续在溢流。中大花甲沙过境2摆河帮山湖搬出来水尾的花莲江福乡，捌淹做大海。农业部表示，目前无严重崩坝，只是正常溢流，不过当地市区已经是如苍苍。那我们可以看到。大水虽然退去，可是现在满地的污泥，居民都现在赶快清理家园。空气看全市区，四界拢是土沙污迹，现场如苍苍，民家铁门变形，桥上玻璃门破裂，火架啊拴甲龟头卡汽车冒落损害，也有一台倒链卡伫住户的厝门前，店家的生产工具也拢受损。我都救行李啊哈，都没有办法了，全部毁了。损失多少？这样损失50万超过，都是烂泥巴，都是烂泥巴。你没看里面都是这样啊。哇，其实惨，是超级无敌惨。我长那么大50几年第一次。你们家2个人是不是？海巡订单飞动员伫市区进行补给，部分居民也面临欠物资的问题，也有人用吊挂的方式送食物。不过一场水灾过了后，工园变甲乱糟糟，复原才拄要开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关市的消防警员拢赶到这花莲的江福，要来协助救灾，协助这灾民找找亲人。空勤直升机也有空气机也对天顶看，确真敢有民众掉咧。这海巡警员也出动机动式列现象机车停伫咧河边，看这出海口的溪水含在水流槽内面，敢是有失联者？消防人员半暝甲老大人爱出来，花莲马太安溪上游的帮山湖231流出来。真侪水灌入去光复乡，邻近的宜兰县消防人员伫当时赶赴现场来协助救援。快到了，我们快到车子了。搜救人员甲所有救掉咧，伫水中扶这老大人离开淹水的所在，淹水造成侪人死伤，也有真侪人袂当出来。大平村佛祖街一个87岁姓周阿嬷不幸淹死，遗体也互石头砍掉咧。所有的家当通通没有了，好交在妈妈的遗体还没有被冲走。对，所以希望警察单位赶快联系我们。相关平台出现一篇着急的找人客诉，大水淹真紧，水淹到要7层楼悬，真侪民众伫风光赶紧中走出来失去联络。其中就大同村一个6岁查某囡仔小琪，到这阵也找无人。高屏这侪县市消防人员继续来到这撩水，甚至受水入去灾区来搜救。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门牌。调派8车23人，然后7艘橡皮艇，立刻赶往花莲光复救援。在23点到光复糖厂找当地指挥官报到，立即投入救援。
大水造成超过40人死伤，失去联络人数更加超过100人。为确认钓着人确实的所在，搜救人员也真详细搜查社区，空军直升机甲空袭机也出动。毋那市区瓦马滩区一带民宿甲徛街厝顶发现7人吊伫顶头，由空军人员赶紧协助。机动小的现象，而且停伫岸边，侦测土水，也佫有真侪水流查。毋拿着空来搜查，就惊有民众已经互大水冲往出海口。海巡除了派人伫花莲溪下游的岸边来搜查，也出动海巡艇搜查沿海一带，希望找到这失联者下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崩山湖，听这个名就自然就想到讲，这是山崩落来，石头甲这溪流塌掉的，才变成一个湖伫咧内面，而且这真有可能拢是伫咧深山那内。不过民众怨讲这马太安溪崩山湖做大水，政府无随来通知，也有人讲伊无收到通知，甚至有人骂讲这崩山湖出现2个月拢无要处理。这水利署就解释讲，填出来的水凭本地而且水量是加4倍出来，才造成这么严重的灾情。门窗破去变形，较紧拆落来换，厝内拢是路个膜，家具东倒西歪，住户的面是真无奈，真正挡袂掉啊，是哪扫哪害。啊，这个通知有较慢啊，是安怎也是迄水来。拢嘛无通知，拢嘛无听到。昨日毋是已经叫爱疏散？爱疏散，啊，都爱疏散，讲去你2楼啦。水进来的时候。也没有马上一个那个类似海啸警报这样响起哈。马太安溪崩山湖受到风台的影响，发生真严重的溢流，和花莲光复乡的灾情真惨重。伫家园受到重创了后，质疑的声音嘛出来，有居民不满政府的警告根本都无够紧，害因差一点仔袂赴避难，嘛有人讲无收到。应该是早一点处理啦，没有今天不会那么惨啦。这个事情早就可以打算的，不加那个。要变啊，再来迄个。疫流爆发的时阵，警告的速度遮尔慢，互民众真不满。嘛有当地的民众控诉讲，这崩山湖已经形成遮尔久啊，政府说拖咧拢无处理，才会引起严重的灾情。就连报荒的设计拢互批评讲有问题，是安那会有破口？不过水利署澄清讲，开口报荒是河川的必要设计，和造成水灾无关系。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流量。远超过我们设计标准，大概有4倍以上，水真的太大，才会陆续到我们的一个市区的状况。林冠平说明讲，溢流的量是超过因的预期，尤其即马桥断去、桥体冻水、各有关水位，两大因素是加强防保。另外，外界质疑讲，政府无先做好预防崩山湖的发生。对这交通部长陈世凯讲，政府的相关单位伫7月时阵已经有预警，23早起嘛通知讲有溢流的风险，即会当甲马太安溪桥提前封桥，互桥顶好佳再是无发生死伤。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早起去到花莲勘察，认为讲这铁路计划有欠点，所以引起国民党立委鲍坤基的不满，伊当场就吊起来，也批评中央是伫咧提责任，双方虽发生口角。为什么在我们要求撤离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执行撤离，造成这样的不幸？但是这下不是追究责任，我们是要把事情找出来。去花莲视察的行政院长杜永泰对真济回民众失联，表示铁路计划有欠点，和花莲立委鲍坤基不满。现场杠上杜永泰强调，地方按照中央执行3种避难方式，批评中央无负责任。不负责任的行政院长，他们要求的撤离有3种，一种是垂直撤离，家里有2、3楼可以到2楼、3楼，这都是行政院指导的。第2个到收容所，第3个去依亲。到别的乡镇的亲友家，因为1楼来不及跑到2楼，就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双方冲突拖到花莲前进指挥所，杜永泰告场要了解前线救灾状况，也毋过误会鲍坤基继续批评中央要求赔偿责任归属。杜永泰拍断鲍坤基的发言，强调救灾时间有限，两人各一摆发生口角，杜永泰受气离开。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行政院从头到尾的讲法，人民相信行政院。杜永泰随后赶去花莲马太安教会了解灾民收容案例，有民众抱囡仔寻求协助。因为我们这里还蛮多杯子的，所以可能需要奶瓶啊。对，我们东帮我们尽快把物资补充下来。
杜永泰强调，今马上重要是找出失联的民众，中央地方拢有救灾责任。总统赖清德也表示，中央已经几啊摆有建国甲花莲县府合作，提前疏散真侪民众，后手会全力支持县府尽速抢救受困的民众。国军也派出大量兵力到伫 AAV7 3.5吨载重车，前进国际灾区协助清除污泥，提供救援，帮助灾民量早恢复正常生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马太安溪这崩山湖做大水，甲马太安溪桥冲较长去，也造成这台9线无多行。即摆若准备去呢，就爱行这台11线，搁再接台30线，才会当去到花莲的公路。凭本地路线是加免2点外钟的时间。交通部长陈世凯行去到现场视察了后，就要求公路局要伫咧10月15进前，甲便桥搭起来。过年进前，甲这钢铁便桥搭好势，明年年底爱甲桥起好好势。花莲县马太安区崩山湖发生坝顶水溢流出来的隔工，对空中翕到淋真侪土沙土石的土水，伊原继续流向下游。另外，再看到被冲歹去的马太安区桥的桥墩，踩伫个溪仔中。位伫花莲和林镇也个光复乡交界马太安溪桥，全长452公尺，有上北甲路南各一组。2019年才完工，无到6年就被冲断去。交通部长陈世凯讲，主要是因为即摆流出来水真多，冲击力真大。第一，它水流相当的快；那第二，因为它夹带着泥沙以外，还夹带着石块，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天灾，好，所以我们的桥梁确实在这次很严重的受损。这马太安溪桥一断去，也造成大9线拢断去。原先在经由这个桥到光复乡，不过有路未通，也来替代193管道。伊个因为拢是烂土，伊原伫个抢修，进用路人爱行，接台11线，接台30线，才法度到光复乡。有加西路时间会加出2点半钟。但世凯讲，马太安溪桥会分3阶段复原，首先要求公路局第10月15进前便桥爱搭好。我们先做涵管的便桥，在明年的2月之前，先完成钢便桥的建制。那我希望在明年的年底之前，我们先完成单线的永久桥梁。虽然这个经费会非常的庞大，但是我们会争取行政院的支持。铁路运输部分代替公复车站的铁基路23也号大水淹过，不过经过透明抢修，已经全线通车。当时交通部会协调，和花莲到公复中间增加区间车。我小孩子一抱，我们就撤到阁楼，然后我们就被困在那边，就整个就飘走了。对，剩下台铁。修复工作也真长，花莲民众敢若希望讲加远会使尽早来恢复。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咧风台已经走啊，不过这外围环流也互东部一直落雨。这代替的数字3车主 EMU3进行新自强号列车，今下晡1点33分，伫咧三里到鹿野之间，因为这车头去撞到一粒大石头，所来败马。目前这条路线暂时是无多行，加在是无人着伤。4234哦，在1点33分哦，有撞到落石哦，造成我们机车2轴出轨。车上旅客大概150名都没有人员受伤。现在在抢修的状态下我们启动公路接驳，从台东到关山接台。台铁目前已经提供这旅客有公路接送服务和抢修。这台新的自强号经过三里到鹿野之间的时阵，这山边的大石头跌落来铁基路，这列车是被副大众就弄到，加在是无人受伤。台铁表示讲，这数字3车主的旅客伫下晡4点多，都已经全部接送走啊。目前鹿野到三里之间是无多行，关山到台东的区间会改用公路车来接送。为着要加强这旅客的疏运，台东站有开数字8、432和434车主，经过南回会到高雄，还有新竹营。讲到今仔日这花莲光复乡的灾民，大家拢伫咧大摒扫，厝内面全部拢是绿谷糜啊！也因为这天气无稳定，下晡搁再落大雨，变好势搁再淹水。毋那安尼生，浸也当着讲这无水通用的问题。
大力一直吐，眼睛这么高的路公嘛要一个大人小腿肚的关度。本来要把握一透早的好天气，但雨愈来愈大，路公嘛乌起来，雨就搁淹入来。花莲夜色湖溢流第二天，部分光复乡的民众依然是困在家园。我们可以看到水位已经从我的腰部退去，但是家门前的泥沙呢，依然是有30-40公分这么高。民众想要把握时间清淤，但是随着傍晚雨势越来越大，也增加了战后家园的困难。水量少了嘛，然后我们就这样就只清我们的步道要进去的步道啊，都卡在2楼啊，对，要不然的话也没有办法。有想说什么时候才可能清得完吗？不知道呢，很难呢。你看下雨又那么大，又担心它。1楼的大门已经密密麻麻，光复乡的居民只好将它拆掉，安尼至少还有机会行出大门。但马太阳溪崩山湖1楼，叶土少的污流一路冲入厝内的客厅灶骹，互家具拢总加做伙，莫讲伫室内真歹行，车拢冲走啊嘛，无法度去保卫。目前主要的清淤工作会着重在主要干道上，就是为了让救护以及救援物资的车辆能够顺利畅通。不过，如果到民宅里头呢，可以看到民宅前的污泥啊，有民众透露，就算清了1天1夜，也很难清干净。靠自己的话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昨天就是泥沙跟水一起进来，一直到厨房后面哦，很长的一个范围。我跟我先生从昨天开始清。我现在手是真的麻痹，缺水这一点就很重要，因为小孩子也没办法洗澡，然后又没办法冲厕所。民众讲，家己敢若会当乐观来面对，暗算讲至少超过1礼拜才会当病了，甚至1个月才有可能恢复正常的生活。今麦上麻烦的都是欠水的问题，互因伫病厝内含等待救援的这个时阵是搁较艰苦。记者综合报道。花莲五湖乡这在警察监中收容所有真侪民众为着要逃命，杀着无早。这卫福部也赶紧提出着医疗应变措施，调派灾难医疗团队去到遐，也派普经机送药的团队去到花莲。伫现场也强调讲，你若准无健保卡，也会当看医生摕药啊。慢性病的药都被水淹掉了，被冲走了。收容所内底有真侪受灾民众。第一时间走出来，啥物拢无摕，连药仔也无炸。卫福部也赶紧提出医疗应变，调派灾难医疗队过去。另外，也已经派无人机送药仔的团队去到花莲。那医药的部分，刚刚石部长也已经请所有的医疗单位紧急的支援，甚至包括对这些罹难者的社工，其实也已经全部在安排。卫福部也甲当地卫生局合作。甲需要西药剂的患者，也佮有生的人，优先做好安置。疾管署也表示，大水了后，刷落来爱重新建立家园，整理环境，防疫人员也会立即监控，避免出现灾后疫情。部分的一个地区会出现积水或是淹水，那可能会造成类鼻疽、还有后端螺旋体病、还有登革热、还有肠胃炎等传染病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风险会增加。我们其实有持续在监测灾区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传染病。针对灾情上严重的花莲光复乡，卫福部表示，光复医疗救护站有医生、护理师、行政人员，总共9个人伫遐提供基础的医疗。卫福部强调，已经启动8大应变措施。万不伊雄雄走出来，无炸健保卡，也是健保卡互大水冲无去，也袂影响民众看医生、摕药仔的权益。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这马太安溪崩山湖熊熊倒大水，花莲光复这灾情真严重，真侪民众拢掉伫厝内。这屏东县政府消防局也赶紧出动32个特殊人员，昨暗11点赶到位。到位了后呢，就随透明抢救啊。到今早起8点的时阵，有甲32个民众救出来，送到收容所。这边，那爱民众那个安大，对拢是土毛的厝，细机行出来。弟弟不要怕哦，弟弟不要怕。嘛有特殊人员甲救出来2岁囡仔，抱咧坐树冷船，豆豆啊塞去收容所安置。花莲县光复乡23下晡，因为崩山湖1楼，光复市区规个土毛引起，屏东县消防局接到通报，随透明出动23个人力前往花莲支援。看这一户是不是27之1？
滨东县消防局人员透暝分做3路，主要伫佛祖街和光复路附近撩水用行的超吹，会使看到涂满水要甲人平悬。消防人员嘛是真足注意，敢阁有受困的民众。在23点到光复糖厂找当地指挥官报到，立即投入救援。目前早上那个8点为止，总共救出32人送到收容处所。在光复一带的话，目前还是持续投入救援。这摆滨东县消防局出动特殊大队和第1大队，拢总8台车、7只船，甲23名人员。目前光复市区水已经退前进指挥中心嘛赶紧咧清土门。花莲县消防局表示，目前已经有新北、宜兰、台东甲滨东支援，暂时有够。另外，台北市嘛派人前往，高雄市嘛有主动表达支援意愿，人员、器材和车辆已经准备好势。花莲有进一步的需要，拢会使随投入灾区协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咱来讲到这个风台呢，伫台东也共款造成灾情，包括着这华东昌国公路龙过暝附近有真侪山架拢放落来，害交通断站。台九线呢，这路边桥也撞到水崩山，经过抢修了后，目前是恢复双向通行。那金峰乡的连外道路早起也拍通啊。大水雨也有强风，也有这土水沿山壁一直冲来，加台东山区的路拢淹了，车只有减速冒险通过，外面是真惊人。花甲山风台造成台东各地灾情不断，大雨是一直落袂停。花东昌国公路龙过麦一带有真侪山壁出现这土石流，车若要回车是真困难。刚淹而已，看淹过来了。省道台九线交通也大受影响，路边桥全部拢是土石流，规个桥面拢是土霉，也有树枝，赛车人看到见滑头。这么简单，等到这个雨较大，大只拖车勉强通过，要骑车人赶紧缀伫个小客车后壁，也真小心通过。后续经过南风桥、台东港务段加派机械赶紧来抢修，将已经恢复双向通行。台东富公渔港船只停靠伫港口双风台，有一只渔船不明原因，半个船身沉伫水内底，海巡接驳了后，伫边仔来警戒，用炸油锁围起来，避免重油溢出来。可能就是自动抽水马达可能歹去因为这边风台无入来，无发生碰撞问题。另外，这台东县金峰乡是对外路灯起，离时早起怪手，赶紧出动，顺利抢通。那金峰乡呢，不只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中段，替代道路的不可通行。那其他的这个农路呢，都有很多的浅势的溪流。尽量不出门就不出门，除非真的有事的话，就必须要出来的话，这条路不通的话，我们就要绕路了。另外，台东市往卑南乡离吉村的引道，水淹到脚头区，有小客车经过时，向往失火，水淹到车内底，后边将警察赶紧走出来，找人斗3工。你说淹到你的车里面去了？对。无想来协助的救护车也失火故障，卡伫水内底，消防人员只好落车来刹车。加在后壁有拖吊车来到现场，分别把这个救护车甲小客车拖登去修理。记者综合报道。马太安溪崩山湖昨下晡2点50分的时阵，水填出来做大水。农业局评估了后，认为有6000万吨的水流出来。再去就派这空气机去看，崩山湖水流出来了后，剩25%，这水量是剩2300万吨左右。这威胁也当然变较小啊。虽然工作人员徛伫远的所在翕，也毋过桥登去当时也是真惊人。23下昼，马太安溪崩山湖开始溢流，下晝3点半第一波大水到，冲海马太安溪桥1点钟了后，大水搁一摆到。根据水尾大水状况，农业部估计大约流出的水超过6000万吨，崩山湖量体减少75%。高峰值的这个降雨量大概已经过了，应该不至于不会像有昨天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出现。林波树理事透早派出空气机指出，崩山湖原来坝顶200公尺，目前已经780公尺，并且也大大缩小，只剩50公顷，脱水量2300万吨，只剩原来25%。也不过提醒唔通跨境河道。考量堤防可能有缺口，下游河道有淤积，那边是缩小的。所以是建议
就是不要靠近河道。为中央大学卫生影像来看，这平时早期崩山湖上升画面，面积明显比9月初缩小。目前的这个水体，就黑色的这一部分，大概已经有明显的一个缩小它的范围的一个部分。目前水头游玩的落雨，当地维持红色警戒。地质学者大文山表示，这摆往山卡爬落来，不是清水，是土石流，比当管力量大，所以现有的河体无法度动。的坝体，因为它这边的位置大概1000米左右以上哈，所以还没有道路，所以我们重机械各方面来讲没办法处理，所以现在未来唯一的办法，现在就是赶快把河道两边的河体重修。大文山认为，要迎应后一摆的大水，河体要赶紧重修。监测崩山湖坝体详细状况，下昼因为天气不好，无登记加油25早起出动，林波树刷落来，也需要重新研究警戒机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其实讲到防灾，咱的政府有真侪代志会当做好，搁较周知。那针对着这马太安溪崩山湖，就民众伫咧即期讲，这个崩山湖已经有2个月时间，为什么无去甲崩互破咧？专家就讲，因为这崩山湖就伫咧深山内内，重机具根本就无法度到位，就算甲崩互破，这内面的水量是一个水库遐尼济，到时崩破水也是冲到水尾去啊，所以特例民众这是上界安全的。规片光秃秃500公顷的崩塌地，踢着河道形成崩山湖。林波树透过7月25卫星影像掌握，湖面18公頃，活2个月来愈来愈大，伫崩湖进前来到140公顷，储水量高将100万吨，相当一座南化水库。大约3.64万个游泳池的水量挂界集齐，敢讲一开始袂当先用炸药将水引流掉？不可能，不可能！你爆破的话，你这样的大的炸药会造成更多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状况。2礼拜前，水利工程专家经内政部长李鸿源接到现任部长刘世宏的邀请，调集下只专家讨论应用。李鸿源讲炸山不是选项，台大土木系教授尤景云表示，当初评估工程引流袂当做，认为爱特例居民，若是特例马太安量化，更加爱扩大范围，包括后来灾害严重的光复乡。大部分居民都有照我们的建议做撤离。目前的灾情看来，就是没有完成撤离的人都在我们当初提醒的热点里面。虽然建议爱全数撤离，这摆游玩突出伤亡，李鸿源前部长认为，若无事先撤离，更较惨。疏散了大概7、8千个人，当然还造成了一些伤亡，但是我们就想，要是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疏散，那后果恐怕就不堪想象。也有声音质疑，虽然有撤离，不过无整合堤防之外第2道防线，也是设伫万江区，才会造成淹水严重。也不过水利署指出，这摆通水流量足足关出河道设计标准4倍较侪。洪峰的这个量值实在太大了，而且那个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洪峰跟水势的时候是抵挡不住的。有个累积雨量会当互崩山湖搬出来，林波树伫崩湖前1日22早起发布红色警戒，请花莲县府强制疏散撤离受影响居民大约2800户，到2时统计，县府拢总撤离3285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洪台花卡赛的海上陆上洪台警报拢已经解除，目前走向西边去，要登陆中国的广东。不过，这洪台外围环流今仔日同款继续影响到花莲、屏东也有台东地区，雨会落真高。气象署也继续针对到东南部地区发布大水雨特报，如果爱到下晡过后，这雨水量才会较减少寡。花甲沙洪台影响东南部拜二带来大量的雨水，虽然目前海警、陆警拜二拢已经解除，不过外围环流同款继续影响东南部地区。气象署也继续针对花莲、屏东、台东发布豪雨特报。目前比较多的雨量是在台东县，今天已经下了306毫米了，屏东也有209毫米，另外花莲也有132毫米。也若未来1礼拜天气状况，气象署表示，拜四开始天气会慢慢转好，各地拢会恢复稳定的天气。礼拜4一直到礼拜6，基本上大致上就是花东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那整个西半部就会恢复到比较偏向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
另外，气象署也提起原本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伫咧半暝2点已经发展做轻度风台普勒伊。目前西北太平洋伫咧海面上拢总有3个风台，新的风台普勒伊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菲律宾东南方海面，这个是刚形成的20号台风博罗伊，那它大致上会是以比较偏向是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通过吕宋岛的南部，然后再进到南海。气象署表示，未来会继续观察风台路线，也提醒民众，这几日山区也是有可能有水崩山、土石流的情形。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挖进溪边山区，要保护家己的安全。记者陈阿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新北树林的西准街一段52巷一间电池工厂，今透早发生火灾，搁再烧到隔壁2间塑胶工厂，造成其中一间塑胶工厂的负责人即姓王的头家，因兜一口罩3个人过往。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去到现场探视死者的家属，也答应讲会尽全力来协助。消防人员无用器械出入在做残火的处理，铁皮房烧甲拢乌起。树林西准街一间电池工厂，今仔日透早发生大火，火势阁拖到隔壁2间塑胶工厂。消防人员一直拍火，到透早6点58分，火势才拍花。3间工厂初高风烧起的面积差不多1329平方公尺，现场拢是臭味，嘛去影响到4棵梨仔的工厂。很臭啊！早上不在这边啊？那个没有电啊。我们都受影响诶，伊电伊个预防性诶，迄个用掉啊。新北市消防局讲，火灾发生的时间是透早4点外，消防人员到现场时阵，3间工厂都已经到烧甲正深度的阶段。着火点是伫咧西准街25号供应一般电动汽车的电池工厂。后壁家属反映讲，塑胶工厂内面有人失联，消防人员是集中全力来灌救。落尾是不幸发现3个人的遗体，姓吴的查某人一个火啊，3个人拢总无命。大约在7点多，我们就发现到3位失联的，一对年轻的夫妻跟6个月的小孩。36岁姓吴的查某人含伊35岁的某，2个人有一个6个月大的查某囝，3个人不幸拢因为这摆的火灾过身。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嘛到现场，观察火场导火的原因，慰问现场一直在哭的家属。火灾详细起因，爱等消防单位进一步厘清。我们对整个火灾发生的原因，我已经要求消防局要调查清楚。我们对罹难者，我们不但哀痛以外，我们会在社会关怀协助上，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下晡火调科人员嘛去现场来做采证，警方会等有电了后，再来调4颗梨仔的监视系统，排除敢有外力造成火灾，并且帮助家属处理续落来相关的代志，嘛会会同消防单位现场监视，含做刑事的验尸。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基丁北市地区顶沿海地区，因为撞到大楼，即海水倒击，西亚湾大涌是超过2公尺悬，险啊去影响到这中山大学的学生。这个风台呢，有学生是假做这台南市长发布秀风台假的假消息，伫社群平台也有人假做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发布放假的假消息。目前警方拢已经伫咧侦办咯。水沟啊，熊熊喷出一江水，花甲沙风台拄离开，高雄基顶部分路段受到电流影响，23半暝出现积水淹水，水利局赶紧放抽水机，加在20时透早水已经退。才小回家啦，位置高啊，拢位置高倒涌出来啊。那基顶西亚湾樱花前一暗也一直咧加涌，2米悬的大涌加起来爆花另外一边的车路，骑车要登去中山大学的学生，偏偏发现到。有时候可能就车子会打滑，或者是人直接被拍翻。20时透早重新登来西亚湾，虽然海水的海位已经有下降，不过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海水浴场迄卡岛游园出现长涌，大约有2-3米悬，真侪民众趁机会落去出泳。华加沙台风环流的影响，高屏的山区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等级上的几率发生。那下午起，整体雨势将明显的趋缓，转成一个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象站表示，雨势会伫下晡较长和，虽然这个风台对高雄影响无大，不过第三刷传出有网友记者市长陈其迈的头像甲名伫社群媒体放上20时休假的信息。造成别人不必要的负担，就明明台风，然后还要花时间来处理这种东西。张贴假讯息这样的事情，因为对民众的权益影响非常大，所以市政府已经有报案，而且警方已经有开始进行调查跟侦办。
台南市长黄伟哲2日才互人食名，乌白宣布封台甲，才过2天，但期嘛也互人食名。高雄市府强调已经报警，交由警方侦办当中，也提醒民众唔通对你做这款的违法行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新竹北的丰益五字矿建案工地，搁再传出着意外。昨呢，这工地伫咧灌浆有一寡南亚矿的材料，对大楼顶灌落落来，去击着路边的车，加在是无人受伤。那县政府虽要求停工，讲会处罚，也要加强稽查。一群人徛伫大楼外口，看向对面工地楼顶，这新起的大楼工地面顶当咧灌浆，不过空气里直直喷落来，喷到天地下骹的车辆，甚至有2-3公分的石头啊，把对咧落落来，好佳在无人受伤。星期天傍晚，我接到民众陈情，因为强风在520工地附近呢，有这个螺丝扭力筒吹落，然后打到他的车子，然后滚落到他的车底，那让民众非常的惊吓。那在礼拜2晚上呢，傍晚的时候呢，因为丰益的这个工地的灌浆爆磨了，所以呢，大大小小的土粒从天上掉下来，然后打到他们的车子。议员指出，工地前几天将因为风头有工具无细力吹落来，过无几天，佫有状况发生。新竹县工务处接到通知了哦，已经要求工地停止灌浆，会罚款，来进行劳检。9月21跟9月232日共有2次的一个掉落事件，新竹县政府会依照建筑法来分次加重进行处罚。今日我们会正式发公文，请丰益停止结构灌浆的工项，必须要提送灌浆的计划书，由第三方的公证单位审查核可之后，自府核备，才可以进行后续。建设公司有向受影响的民众甲车主会失礼，若讲会担起所有赔偿责任。面对工地一再发生意外，议员要求官府要要求建商做好防范措施，幸好附近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高雄的三民公园正在进行改造工程，这公园处为着要做草坡甲造景，要把这61丛的树啊刷走。何就团体就批评讲，这不是正办的做法。那地方的机关是希望讲要尽量保留这树啊。不过公园处讲，会刷走的拢是有问题树啊，会甲护树团体来沟通。2-3楼高的树啊，正规排，看起来就亲像绿色磅空同款，真水真清幽。伫高雄市中心的三民公园面积有5.1公顷，内面树啊大细丛加起来有738丛。因为公园正在改造，不过有风声讲，公园处为着要做草瓦布，按算要甲这条绿色磅空一寡树啊刷去别规整，护树团体认为真无妥当。可能讲你0.2公顷左右会使，但即马母甲0.4公顷，遮大2倍大的一个草皮。吼，就变做热啦！啊，公园上重要是你要有树荫啊。咱公就是需要较侪这种绿荫保护吼，啊，大家伫这内底会较凉，然后会较舒适就对啊，吼啊，所以咱希望讲，当然护树团体甲咱的公园处会当搁较侪这个沟通。议员嘛认为，附近居民拢会来公园运动行大，尤其高雄天气热，那个好好的树啊刷走，毋是正办。公园处表示，三民公园这几年接应规跋筊、加幼稚，也有奥多摆乱起的问题，造成地方的困扰。市府要开4000万来改造，第一期是以公园中线的景观大成做，会增加边界步道等等，大约会有61丛树啊爱刷，不过拢是有问题的树啊，才会去甲叮当着。有安全性、生长不良，或者是抵触公园维修及救灾动线的树木。有关民众对于树木移植部分尚有疑义，公园处站在了解地方的需求，检讨调整。护树团体讲，树啊要生甲遮大丛无简单，因望市府会当甲地方的建议听入去。下晡议长也先找公园处来会勘了解状况，看后续要安怎来调整。记者看下朱超勇高雄场报道。台南的国定古迹书店武庙内面的西城进前有翻修，不过这新坎下面所来大太路庙内面搁再装立光灯，这侪人拢批评讲这古迹规个是走整起。台南市文资处表示讲，文化部的文资局最近会派专家来到庙里会勘，也要求庙方改善。
我文昌帝君案情本来到可贵，拢有真侪人来参拜。台南府城的台湾书店母庙是国家认定的重要文化资产。那庙内西舍因为年久失修，出现漏水，经过一当晚修缮，历经总算完工。无因新刊下边的态度，甲庙内设的立功灯，煞引起讨论。不少人认为失去古迹原有的气氛。毛文书老师认为庙宇古味无掌握好，建议若是用木材会较好势。维持古风当然是可以是更好的一个，可是如果随着时代的一个变化，这也是可能他也不得已的地方。我看这北这个态度吼，我就感觉讲有个恰目，顶悬咧用迄个立功灯吼，我感觉讲有个凊彩淡薄啊。古迹就是古迹，真简单，上重就是古味。经过了解，这个修复工程是由庙方自行发包，委托厂商来施工。工程伫今年6月完工，工程人员出面配会，因拢是有参庙的管理委员会讨论，嘛照完定的修复计划。这块并无包括立功顶甲泰路的项目，这是庙方因为使用甲维护需求自行证实的。那个是属于不在那个工程的那个什么市政府的范围，是另外庙宇自己出的钱。OK， 所以它其实不会影响到古迹本身嘛？对，它没有古迹的本身，他们也很认真的想要把这个地方用得比较明亮。那我觉得他们的初衷没有不好，那只是说修复的过程的这些文件没有就是我们文资局来做审查。文化资产局强调，目前已经通知庙方，最近嘛邀集专家学者到场勘查，嘛依照文资保存专业提出改善建议，要求庙方配合办理，确保古迹价值甲修复品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下过路水溪小接中华含分林的赛里大桥，1950年通车到今已经有73年了。目前也是这中华甲分林的历史建筑。今年8月有民众提报关店古迹，今日进行文资审议大会进行的现场勘查。大片的高架搭配红色的桥身，是最近真正的翕相景点。赛里大桥过去也是全世界第2长的桥，嘛是中华分林小塘的重要交通建设。今年8月有军的为民众提报关店古迹，由中华甲分林的文资审议小组联合进行现场调查。今仔日就是咱有民众来提报这个赛里大桥，希望讲会使甲提升作为咱的限定古迹啦。这班桥伊甲分林关甲中华关。是共同管理的，所以呢，咱就是来启动云林县跟彰化县的共同的线勘。赛里大桥全长1939公尺，桥墩伫日本时期完成。因为爆发珍珠港战争停工，经过地方人事进程加上美国援助，总算伫1953年通车。提报人指出，赛里大桥结合日本时期的土木工法，甲战后美国的钢筋设计，是台湾少数同时展现2个时代工程特色的大型桥梁。除了交通功能，嘛代表战后台湾社会发展的象征。西游大桥对于浊水溪两岸人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记忆的一座桥梁，也是代表着这个两岸的人民终于可以透过这个人行道桥来跨过浊水溪。以我们这些提报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西游大桥它绝对是可以在这个做提报啦。两地县府因应该爱来为相关的这个配套啦，特别是讲伊两地因这步道。还是讲大家要来到这条大桥有啥物所在会当去来看到这条大桥，迄是真侪爱去规划的啦。提报人表示，赛里大桥有特别的工程技术、历史文化甲地方基地，提报关定古迹，希望主管机关更加重视赛里大桥的保护甲推广，嘛应该针对附近整体景观做规划。中华甲分林管府表示，会依照勘查结果办理文资价值的评估报告，随后会提报文化资产审议大会召开审查会议。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金鼎奖是出版界上界重要的国家奖项，今日举办颁奖典礼。今年的特别贡献奖是颁发予已经93岁的陈明进，伊是资深的儿童文学家，也是绘本作家。肯定伊一世人注心推动儿童美术教育和台湾绘本的发展。另外，今年金鼎奖拢总有35件得奖的作品，其中用台语出版的有摕到3个奖。
一世人自心做一件代志嘛，牵成几难的世代，这是真无简单的成就。绘本作家陈明真横看做是台湾的囡仔册教父，伊今年93岁出版50本绘本，从1952年开始做美术老师，是头一位伫美术教育内底加入绘本的老师，嘛引进外国绘本，推动儿童美术教育和台湾绘本的发展。第49届金鼎奖嘛，甲特别贡献奖颁予陈明真，感谢伊的付出。美术馆就是讲，和这世界上好的这个绘本啊收藏，以外呢，在台湾啊做一寡好事，甲人交流。陈明真讲，伊上大心愿就是希望会当起做儿童绘本美术馆，深化台湾绘本的人文典籍甲世界交流。今年金鼎奖拢总有35件得奖作品，其中台语出版社摕到3个奖，亲像都市插画奖就占2个名额，有杜家辉画的乌的，也有黄旭琴所创作的节目的天才黄土水。台语伊写出来的故事，感觉就是较贴近我们的感觉，然后那个就是你画的时阵，你就会感觉更顺畅。这系列会当把100年前伫这块土地面顶上厉害、上高、上在前的台湾人介绍大家，互咱了解讲，咱今仔日会当行到今仔日，其实有足侪人的付出、甲牺牲、甲打拼。另外，用细汉时厝内开汉药房的记忆所创作的绘本《神奇汉药房》的作者陈千勇，在今年金鼎奖是摕到儿少图书奖。语言是文化的根，嘛是民族的灵魂。我嘛想要互伊知影讲，会用台语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文化部长李元表示，为着要继续支持出版，针对今年伫国内外有摕到重要图文奖项的创作者，头家推出下一本书的奖励机制，通申请奖励金来创作下一个优秀的作品。文化部希望透过种种的文化政策，甲台湾出调的出版品杀到国际舞台。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卫福部有宣布，10月中这加结婚可能就会当合法上市，烦恼这加未婚会入去校园造成学生危害，就固执邀请台北市卫生局和防止婚害团体来学校宣导。这次政府也举办线顶卫生教育写问卷，就有机会抽3C产品，请学生来了解种种事项。卫福部已经宣布，加美的家离婚伫10月中可能就合法就市。为着要防止婚害伫校园拓开，台北市卫生局和结婚团体提早进入校园宣导。台北市政府也定自治条例，规定婚丧袂使伫校园附近卖加美家离婚，若是违规，上当罚5万块。任何人不得于高中以下学校我们的基地界限的50公尺内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加热烟，那违者被罚1到5万元。学生他们抽烟，学校不敢抽。那在校外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会有在加强的宣导。其实我们也是很担心电子就是加热烟这一块啦。根据国际研究指出，9成结婚的少年人是对加未婚开始的，而且不管是加未婚还是早婚，拢有尼古丁，同款的对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青少年的大脑，爱到25岁才会成熟。愈早结婚，唔但影响学习，也会造成情绪问题。为着要用趣味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婚害对身体的伤害，台北市卫生局也举办线顶卫教抽3C的活动。其实我们要做卫教，让同学能够吸收了解。这些烟害是有点辛苦的，但是透过扫码答题，然后可以抽 iPad 的活动，同学的参与非常的踊跃。我可以就是邀请我的同学，然后一起去抽 iPad， 或者说我可以借他的账号，然后帮他回答问题，然后再把奖品拿走。台北市卫生局也提醒学生，在任何的场所使用无合法的电子烟，也是无通过审查的加味烟，相当是罚1万块。提醒学生千万唔通做违法的代志。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AI 是未来趋势，有14社针对全台湾上万的中小学生进行调查，想要到有75派学生拢会晓使用 AI， 大部分拢是摕来翻译，或者是斗相共写功课。不过专家认为讲，若准靠 AI， 学生将有可能就失去思考能力。甲 AI 问问题，伊真紧就有答案。中小学生嘛知影 AI 有够好用，亲自天下针对超过13000个小学5年到国中9年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9成学生认捌 AI， 使用率已经无城乡的差距。将近43会晓使用 AI，
大约70%用给 Google 翻译甲 ChatGPT。拿来写功课比较多，尤其是年纪越大的国中生，就真的拿来写功课；国小生可能会玩玩啊、画画图啊，做一些别的事情。学生把 AI 当作翻译机，常做写功课的技师。不过调查显示，12%学生认为会当 copy 使用，而且年级愈悬愈是安尼想。有42%学生真少也是毋捌想过网络资讯有假的，有47%是毋知影，也是无想过 AI 识别力无够。AI 若是犯错，什么人爱担当责任？科技是中性的，但我希望是让学生在好善用在他学习上，而不是做一些有的没有的这样。学校就算有课程，也是仅限于这个使用这件事情，批判啊、思考、负责任的使用，这个是没有一个课程的，还没有一个东西去教。AI 会当生成所有的答案，免我分辨有批判思考的能力是教育现场的条件。这个调查嘛发现。将近一半学生会甲 AI 开讲，该当作知己，讲心内话。专家讲，这对学生的社交能力、同理心的培养，甲和真实世界人际关系处理的韧性，拢会带来久长搁真深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批评这联合国无提供战争实质的协助，也侮辱家己是和平大使，强调会用关税来对付无愿意停火罗西亚。川普也强调讲，这气候变迁是一个骗局，经过欧洲的气候和移民政策，会害国家生存有危机。美国总统川普23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到到会场，就拄到电动楼梯向被碰，伊会开手甲其他人过去家己爬上楼，摔落来伫大会顶面。川普一上台，佮拄到提示机故障。I can only say that whoever's operating this teleprompter is in big trouble. 这是川普对2020年以来头一届伫联合国发表演说。这一点钟，川普批评联合国并无对区域战争提供实质的帮助，也讲伊家己是和平制造者，率兵7场战争。也若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伊表示会提出真硬斗价关税手段，逼罗西亚停火。不过也点名欧洲各国一定要确实切断对罗西亚能源的依赖。And Europe has to step it up. They can't be doing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buying oil and gas from Russia while they're fighting Russia. It's embarrassing to them. 川普也大力批评一寡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这款做法亲像咧奖励哈马斯的恐怖行为，对推动和平无帮助。Some of this body is seeking to unilaterally recognize a Palestinian state. The rewards would be too great for Hamas terrorists for their atrocities. This would be a reward for these horrible atrocities, including October 7th, even while they refuse to release the hostages or accept a ceasefire. 川普搁再批评气候变迁是骗局，欧洲各国的能源政策牺牲的会是经济活动。The carbon footprint is a hoax, made up by people with evil intentions, and they're heading down a path of total destruction. 川普宣扬美国扩大欧石油甲天然气，暗示其他国家应该对咧做。伊也批评欧洲开放移民的政策，表示打击非法移民才会当保护国家的利益。川普演讲说，甲乌克兰举行中比会议，也透过社群媒体表达对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无共的观点，也就是伫北约的协助之下，乌克兰会当完整甲罗西亚占领的土地退回来。就伫联合国大会举行进前，美国就轻巧伫纽约掠到一个大规模的电子装置网络系统，查到超过300台的 SIM 伺服器，甲10万张的 SIM 卡，避免美国政府官员受到电信威胁的事件。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伫咧阿拉斯加州一个国家公园有替咸号名大相片，举办一阿拉斯加大酷咸的线顶投票，而且有24点钟网络直播，全世界有上百万人透过直播伫咧追踪，也会当甲这选票投互家己上界介意的咸。我伫咸袂知影你投互啥。张贤为着过冬做好准备，这个时节掠鱼时会下死命活，因为母咸必须要变大颗，才会当过冬。累积体油来饲伊的囝，讲咸是爱抢到掠鱼的地点，上大颗的会用讲是上成功的。Bears need to get fat to survive, so I thought, wouldn't it be kind of fun to get people to decide who they thought was the fattest
and most successful bear of the year. It really is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think about how bears survive, what they need to do to survive, what the ecosystem provides them, and look at their individual success stories as well. 这是主办单位阿拉斯加州卡迪麦国家公园甲保护区所举办的大考验礼拜线顶投票，因为人类可能感觉伊拢生甲真诚，爱安怎分别？主办单位会替嫌号名甲分别特色，透过真侪只固定式的摄影机，现场24点钟直播，李亚鱼甲进伫溪内顶活动，拢看甲真清楚。 They've, given names to the bears and fictitious, humorous names. And they've got, people following these individual bears and how they bulk up in preparation for the winter. 也就是讲，这寡长形的选手被风掠来一只一只，庆当是互人类观测因展现出的生命力来投票。这大约有2200只的长形生团要入选比赛，因爱定定出现伫布鲁克斯水墙去卡斗。每一年的9月、10月，暂行规个热人拢来找食物。卡迪麦国家公园上大只的成年熊，体重真简单，就当超过450公斤。有一寡熊甚至有635公斤这重。不过今年三文鱼的数量特别多，因无需要为着找到掠鱼的好地点来激烈竞争。国际新闻吴文玲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5度。夜日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还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